第20课固定轻声，声调规则第4部分。例词：惊死、久咧、惹咧、写落来、赶出去、摆咧、摆咧、家人、看到、听烂、摔到、失去、割开、林先生、行过、揽到、后日、梦到、转去、日时、搭到、骨到。例句：第一句，林先生的查某囝后日就要嫁人啊。第二句，阿丁互人对钉仔骹赶出去，骹摆咧摆咧，伫日头骹袂采惯，大家看到拢真毋甘。第三句，伊久咧覕伫我角遐，我行过的时，险啊，互伊惊死。第四句，雨真大，雨伞惹咧，才袂淋着。第五句，毋通甲金蕉皮等伫涂骹，才袂互人无细字搭着，煞骨着也是摔着。第六句，我想要甲梦到的情景写落来，毋过逐摆梦拢雄雄转去，无法度收煞。第七句，上帝听咱无得比，思情欲望拢跋开，后生失去无怨气，毋望世人知真理。